大家好，又係我寶芝林寶儀嘅分享時間啦。今次嘅主題係數字人民幣嘅發展、核心功能同埋個別成功個案。數字人民幣 eCNY 由中國人民銀行於2014年啟動研發，旨在應對現金使用率嘅下降、移動支付崛起同埋超主權嘅數字貨幣如 Libra 嘅衝擊，保障貨幣主權並推動金融數字化。數字人民幣 eCNY 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 係中國人民銀行發行嘅法定數字貨幣，定位為 MO， 流通中現金。數字人民幣 eCNY 以雙層運營、可控匿名、場景滲透為核心，通過國內零售支付、B2B 結算、跨境貿易多線推進，結合一帶一路國際化佈局，構建主權數字貨幣體系，助力人民幣國際化，同時強化金融監管與數據主權。數字人民幣核心功能包括有3個方面：零售支付，支持雙離線交易，可控匿名支付；智能合約，實現資金定向使用，例如補貼發放；跨境結算，通過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，如 mBridge， 提升國際支付效率。自2014年開始研究，經歷咗從理論探索到大規模試點嘅過程。eCNY 發展主要分為3個階段。2017年完成頂層設計，2022年擴展至17省市，覆蓋零售、跨境及政務場景，例如繳交政府費用，累計交易額超過875億元。數字人民幣 eCNY 喺試點階段已積累多個成功例子，涵蓋 B2B、B2C、G2C 等多個場景。我哋分享一下數字人民幣推行嘅一啲成功嘅例子啦，例如喺早期嘅2022年，大連首筆 B2B 數字人民幣燃油採購結算，專為教育設計，喺北京、成都、廣州、深圳推行嘅預付資金一課一付嘅平台，學生同家長可以預付學費同埋活動費用，推動咗數字貨幣嘅日常應用。同年冬奧期間，40幾萬嘅場景落地，從場館嘅票務、餐飲支付到周邊嘅商店嘅銷售，為觀眾同埋參賽者提供咗便捷嘅支付選擇。2023年成都數字人民幣工資發放，交易金額單月超過5000萬元嘅人民幣。參與方係成都某國企，通過建設銀行、成都分行處理，特別係大型企業試點數字人民幣新支付，提升資金嘅流轉效率。跨境交易方面亦有好多，未來可以替代部分 SWIFT 交易，包括有2022年與瑞士成功完成跨境貿易支付，同埋中國工商銀行、新加坡 DBS 銀行成功進行咗一筆價值500萬美元嘅 B2B 數字人民幣交易。2024年香港跨境大額結算試點，成功交易咗金額500萬元嘅人民幣。參與方係內地某科技公司及香港嘅貿易商，銀行支持係中國銀行，成功測試數字人民幣喺跨境貿易中嘅結算能力。2024年中東石油人民幣結算交易，由於係商業機密，未有公開實體嘅數值，但石油交易一般都涉及億元級嘅交易。參與方係中國石油進口商同埋中東石油嘅出口商。銀行支持係中國工商銀行，成功探索數字人民幣喺國際大宗商品貿易中嘅應用，減少美元依賴。成功嘅數字人民幣交易例子其實好多，同瑞士、阿根廷、印尼、新加坡都有好多單交易，不能盡錄。暫時見到數字人民幣嘅累計交易額。2024年嘅官方數據，全國累計交易額7.3萬億元，截至2024年嘅7月嘅。2025年預測全國交易額可能突破10萬億元，基於增長趨勢。以上嘅資料嘅數據來源來自中國人民銀行官方公告，各試點包括深圳、蘇州、雄安等嘅政府報告、商業銀行、工行、建行、中行等嘅公開案例，同
同埋國際媒體 Reuters、Bloomberg 等嘅 ECNY 跨境視點報導。突破方向就係為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 mBridge 測試多幣種及應用於實時結算、智能合約、走向消費及供應鏈金融等嘅領域。喺未來，數字人民幣將深化國內普惠金融覆蓋，助力人民幣國際化，可以融合區塊鏈、物聯網技術，融入更多唔同嘅生態場景。好啦，暫時講住咁多先，多謝你關注寶芝林。如果你對人民幣數字化感到興趣，想融入資產管理，又可以提升風險管理，減少市場波動影響，又或者想利用區塊鏈技術、智能合約、自動化資產進行交易及優化管理流程，歡迎留言討論。感謝你嘅小紅心 Like and Share， 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